再镜头来台中，伫今年5月初时，台中的刑法法有建案发生吊拐落落来了后，去撼到台中捷运绿线，造成严重的事故。市府尾也有向建商讨赔偿，要求爱赔2亿6千万。目前这条钱已经花1摆啊，啊，毋过有台中机关是认为讲，捷运的监控中心无发挥功能，嘛应该爱有行政处分。捷运轨道顶悬的隔音墙破空要直立，边仔建案的工地已经恢复施工。台中捷运今年5月弄到刑法建案落落来铁铲 A， 造成1个人死亡，15个人受伤。台中市交通局甲台中捷运公司甲建商讨赔2亿6千万，包括受到损伤的列车、隔音墙、甲机电系统等等的费用，目前已经汇入台中市的口座。19市议会召开事故调查专案小组的会议，美代认为讲，监控中心的功能不够，事故到达无人负责，应该追究行政责任。中检是100%的关顾，所以议会的中检事故调查专案小组我们也要求说，应该要针对台中市政府及中检的责任，应该要追究行政责任。根据运安会调查，铁铲 A 落落轨道，到捷运的列车弄到，有43秒的时间会当应变。台中捷运公司虽然已经伫咧全线18个车头的月台增设紧急停车的开关，负责务人员、保全甲旅客，若发现有问题的时阵，会当主动列车出入车站。不过，专案小组的成员，也就是市议员刘淑洲认为讲，关键要是伫咧监控中心，敢会当即时发现有物件走入去轨道内底，而且采取专线停车。谁来按？谁去按？会不会按？这个都是一个问题的哈。那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我们也把焦点聚集在所谓行控中心，哪个站有问题，可能是前面先是有办法。你不能这个站它停，那其他站你还在运作，不可能事情嘛。依《运输事故调查法》第8条的规定，运输事故调查消息的发布，统一由运安会公布。为了避免影响当事人的权益以及调查方向，本府不做任何的揣测，将视运安会调查的结果据以办理。目前市府甲建商进入仲裁阶段，2亿6千万会看结果，甲差价退倒转去。那若民事的部分，上报的人除了一个加拿大籍的旅客，还佫伫咧调解当中，村内拢已经达成和解。那运安会明年也会公布上尾的调查报告。交通局强调讲，为着避免影响调查的方向，目前未做任何的推测甲行政处分，会以调查的结果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